这次台风好恐怖啊！礼拜风采一定很强，礼拜风采一定很强。我们家整片田室都落果了，我哋屋下规片田区都落果咧，我哋屋下规片田区都落果咧。是啊，俗话说，7月下雨又起风，10个甘愿9个空。係啊，人講7月落雨又起風，10隻甘願9隻空。係啊，人講7月落雨又起風，10隻甘願9隻空。听起来损失很大呢，这样还能卖到市场嗎？聽起來損失一大，安樣和做的味道是衝嘛？聽起來損失一大，安樣和做的味道是衝嘛？没辦法，太小顆，賣相不佳。冇法度，太細粒，味相唔好。冇法度，太細粒，味相唔好。阿婆，您有申請災害補助嗎？阿媽，你敢有申請災害補助？阿媽，你敢有申請災害補助？是的，我今天就要先來辦理地籍謄本。係啦，今半日我辦地籍謄本。係啦，今半日我辦地籍謄本。好，請問登記名義人是誰？知道地號嗎？好，請問登記名義人係乜人？地址好嗎？好，請問登記名義人係乜人？地址好嗎？就是張坤旺這筆。就是張坤旺呢筆。就是張坤旺呢筆。單一筆就好了嗎？是啊，單筆就好了係嗎？係啦，單筆就好了係嗎？係啦。請問有權狀嗎？如果有權狀，可以直接影印。請問有權狀嗎？那係有權狀，就得直接讓印。請問有權狀嗎？那係有權狀，就得直接讓印。不好意思哦，因為剛才急着出門，沒找到權狀。歹勢哦，因為頭先急定要出門，冇簽到權狀。歹勢哦，因為頭先急定要出門，冇簽到權狀。沒關係，這次就先申請謄本，請您提供身份證跟印章。冇相干，禮拜秋生申請謄本，請提供你嘅身份證老人呢。冇相干，禮拜秋生申請謄本，請提供你嘅身份證老人呢。好的，這邊是我的證件，我要申請這個地號。好，你係我嘅證件，我要申請你隻地號。好。你係我嘅證件，我要申請你隻地號。阿婆，以後如果有要申請補助，用權狀的影印本就可以辦理。阿媽，下擺那係要申請補助，用權狀嘅讓人本就做得辦理。阿媽，下擺那係要申請補助，用權狀嘅讓人本就做得辦理。謄本有壓時間，怕期限過期，您以後還要再多跑一趟。謄本有註明時間，將期限過期，你下擺還要加上日曆。謄本有註明時間，將期限過期，你下擺還要加上日曆。這是您的身份證和印章，先還您。你係你嘅身份證老人呢，3萬元。你係你嘅身份證老人呢，3萬元。好，這樣感覺便民許多呢。
好，安样去到一片面。好，安样去到一片面。谢谢，您不嫌弃。这里是你申请的地级誊本。新梦，你莫去嫌，你係你申請嘅提示誊本。新夢，你莫去嫌，你係你申請嘅提示誊本。一份誊本是20元，帮您放在这个袋子里。谢谢你哦。一份誊本係20個元，讓你病在你台度。什麼嘢？一份誊本係20個元，讓你病在你台度。什麼嘢？阿婆，这样程序完成，给您一张我们的名片。阿媽，安樣長時盤好咧，本日一張愛掉嘅名片。阿媽，安樣長時盤好咧，本日一張愛掉嘅名片。上面是我们的电话，有各科的分机。頂個係愛掉嘅電話，有各科嘅分機。頂個係愛掉嘅電話，有各科嘅分機。如果有什麼問題，都歡迎打電話詢問。係有乜嘅問題，歡迎打電話來問。係有乜嘅問題，歡迎打電話來問。請問還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嗎？請問還有乜嘅愛聽小嘅麼？請問還有乜嘅愛聽小嘅麼？谢谢你，不必啦。什麼嘢？冇問題咧。什麼嘢？冇問題咧。謝謝，請慢走，路上小心哦。新夢，請慢行，路行愛小意哦。新夢，請慢行，路行愛小意哦。